政治思想量普通，效率准备爱有方，就爱抓着大推广。政治理论先来讲，当代理论介好用，意识形态当行动，鼓吹人将信仰放，靠古题来看福祥，成功来做状元郎。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咱的政治学总复习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个单元啦。这个最后的一个单元呢，伊伫考试的表现呢，像咱头拄则讲的，伊量啦，伊出题的量是普普通通啦，就是有一寡啦，无像咱顶一个单元国际关系，迄题目实在是有够少的。这个单元叫做政治思想，是有淡薄题目，但是你讲多嘛，无讲介多，但是少伊嘛是会考，所以咧你着爱小可甲看者。原则就是讲哦，你若是上重要物件拢看了，则过来看这个单元就会使啊。其他像这个选举的制度是国际关系，迄若是你时间真有限，你无爱看，我感觉嘛会使。这单元是你若是有时间也是甲看者就好啊。咱头前每一个单元咧讲的拢是看有政治的制度，咱这个单元叫做政治的思想，就是咧读课内面咧想的物件，就是看无的部分。是安怎爱用这个方式来去掌握咧？也就是先讲看有的制度，再讲看无的思想。因为咱的这个思想就是先用这个目睭去观察嘛。这个学者看东看西看了后，伊就想要来去做一个解说，讲哪会有即寡现象，有即寡制度的表现呢？所以伊就开始想想就会出现真侪政治理论甲后面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出现。所以咧，咱先甲看有的制度讨论了，再来讨论理论，安尼对你咧掌握的时阵会使讲较简单。好。咱这个政治思想主要就包括着两个部分，第一个叫做政治理论，第二个叫做意识形态。政治理论其实内面有真侪理论，包括从古典时代开始到咱近代拢有真侪理论包括着古典时阵这个契约论等等的，或这个马克思理论制度论但是这拢普普通通尔。考试若讲考较侪是较近的即寡理论。包括着行为理论系统论、理性选择论、甲新的制度论每一个理论伊也会将伊的意思伊安怎来去做分析每一个理论伊的优点甲缺点，拢爱甲创好清楚。尤其是这个行为主义行为理论甲新制度论是考试较定咧考的，嘛是会使啦，甲伊个看两三届，安尼就应该无问题这理论主要是咧解说一个现象嘛，有当时人就问讲莫甲我解说遮尔多啦，甲我讲啥物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所以你若是自这个单纯咧解说一个政治现象的，变成讲是来去变做一个来鼓吹人去信用啥物物件，啥物是好的，啥物是歹的，咱爱去追求啥物物件，这就会变做一款的政治的意识形态。每一个人伊若是有意识，伊就一定有这个意识的形态。所以伫网络顶悬，像遐无水准的草是遐国民党的拢讲我无意识形态啦，你拢互这个政府的民进党啥物款的这个偌清直的意识形态来去操弄，迄是咧讲啥物话人只要有意识，你就一定有意识形态这毋是真简单的一个道理吗？所以只是讲咱的意识形态甲伊的意识的形态无共款尔嘛，所以咧莫去讲我拢无意识形态你拢正当的意识形态咧看代志，有意识就有意识形态啦，除非你是倒伫病还是像一粒石头安尼无意识，还是你昏去你死去就无意识当然就无意识形态嘛。所以一定有意识形态，莫当遐咧转讲我拢无意识形态我理性中立，无即款的物件啦。好，所以咱即摆就来讨论讲人有意识就有意识的形态若是这个意识是针对着政治事务的看法就叫做政治意识形态。所以人一定有意识形态啦主要就是讲是大家共款的也是无共的爱去辩的是即个后面的部分，毋是要辩讲敢有意识形态一定有啦，是讲你的甲我的敢有共款若是无共的来辩论看讲啥的意识形态咱所看到的这个物件是较好的来去辩论嘛。好所以意识形态要安怎来去做掌握咧？主要伊
但是用这个 Ruskin 伊迄本政治学的课本啊，伊讲这个意识形态是自这个古典自由主义开始来去发展的。啊，古典自由主义咧，会使甲分做两个大基的，这个发展的方向。第一个就是为这个自由主义来去做发展，第二个就是为这个社会主义来去做发展。啊，咱先讲自由主义迄派，古典自由主义啊，主要是迄当时欧洲啊，因的这个商业开始来发展，来去打破因过去啊，这个庄园的制度啊，所以咧人民就开始要求政府啊，袂用个凊彩彩就将因的生命啦、自由啊、财产的权利啊做这个影响，所以迄是古典自由主义，叫政府莫来管啊，互市场会使自由来去运作。啊，但是后面政府就莫插手啊，但是佫发觉讲啊，这个市场的运作内面啊有一寡奸商啊去压迫啊可怜的劳工朋友啊，所以互即寡社会基层的人啊。现在是真可能拢互人变做这个血汗劳工啦，所以连基本的生活条件拢无，安怎是讲伊是自由咧？所以佫要求政府佫倒转来市场内面处理，包括着规定基本的职业安全啊，是上加这个薪水的要求啊等等啊。所以呢，迄是现代自由主义，也就是古典自由将政府赶出市场，现代自由佫甲政府找倒转来市场来去做基本的管理。啊，后来咧佫发觉讲政府咧管拢无效率，所以呢，伫即个新古典自由主义也是新右派，佫甲即个政府啦，佫甲赶出去讲会使搞好市场的，你着搞好市场，因为政府太无效率咯。啊，若是必须爱由政府来去做管理的，咱想看觅。要安怎互政府较有效率的，这嘛是行政学 NPM 咧讲的物件，或者这是第一支啊。啊，自这个古典到现代主义之间的，佫有一个保守主义，迄主要是迄这个博客啊，伊看着讲法国大革命啊，哇，夭寿死足侪人诶，所以感觉讲莫安尼伤激进啦。啊，咱现有诶制度有伊诶道理在啊，所以你会使改，但是豆豆仔改嘛，迄叫做保守主义，主要是针对着政治甲社会方面。啊，咱拄则讲诶，即个古典自由、现代自由甲新古典自由，主要是政府甲市场诶关系。所以人咧讲啥物自由啊、保守啊，你会看讲你是咧讨论政治社会面向，还是即个会使讲经济部分，还是无共款讨论诶即个领域。啊，另外一支咧，除了讲古典自由、现代自由甲新古典自由，另外一支就是为即个古典自由发展出一支啊叫做激进的民主，啊，其中就变成即个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就是咧关注着讲，毋是我好，你好就好哦，是大家拢爱好哦，所以社会主义较重视整体社群的共同的利益，敢有法度来去提升。其中呢就发展出像即个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咱即马北欧有诚侪国家拢是社会民主的即个国家。啊，若是像纳粹啊，还是像即个国民党党国时期，迄叫做也是像即个孙文即个罗立孔嘛，伊提出的即个三民主义啊，伊基本上嘛算讲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就甲纳粹迄套是共款的。你若是去看伊的即个本质，是安尼无毋对哦。另外一边呢，就是即个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嘛，使甲咱后面咧讨论马克思主义啦，还是讲即个列宁的甲即个毛泽东的物件呢，放做伙来去做讨论，但是可较少啦。所以你主要去了解讲啥物叫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安尼就会使啊。其他咱伫国家迄边就已经有讨论过即个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嘛，爱小可看者，因为民族主义应该啦，即2年也是有即个题目的出题。若是发展到即个像即个会使讲行歹落，会变做即个法西斯主义。即嘛是最近新闻顶悬有诚侪人拢学袂咧用即个名词嘛。其实这法西斯伊有伊的定义的哦，所以呢，你袂使学袂乱用的哦。即嘛是过去考试有考过，但是较久啦。是最近因为有即个新闻的话题嘛，所以即个法西斯可能你也小看甲看者就会使啊。好其他的即个咱讲着讲共产主义也是社会主义，主要是要去对抗着即个资本主义嘛。资本主义是为即个较久16世纪有即个商的主义，重商主义就是今年114年的第一场的即个深深特考内面就出现讲，伊讲即个 Donald Trump 咧叫你讨论重商主义甲即个现实主义，将即个意识形态参国际关系理论
参做伙来考虑嘛。哦，所以咧，你来小看看一下啊，重商主义后面变做一个资本主义，啊，搁后面呢搁变做一个帝国主义啊，开始来去殖民其他的所在叫做帝国主义。哦，你小看甲即套看者就好。以上其实考试拢无讲开课，但是大家拢调伫遮啦，就是我嘛毋知为虾米大家拢感觉讲即部分真困难哦，还是外面咧教大家教我，遮拢听拢安尼无啥啥。其实这毋是考试的重点，考试的重点伫倒位咧？考试的重点是伫20世纪中后期来考的即寡，会使讲较近的出现的意识形态，包括着民粹主义、女性主义、后物质主义、基本教育主义、伊斯兰基本教育主义，甲即个环保主义等等即寡，其实考试较爱考这啦。所以你若是想讲时间真有限，意识形态要安怎准备这时间足久的呢？自即个16世纪到即马呢，你若是要看，就看20世纪中后期开始发展出来，包括着民粹主义，佮讲一下女性主义、后物质主义。伊斯兰基本教育主义，甲即个环保主义，甲即寡物件看看咧，其实考试较定咧考的是较近的出现的即寡意识形态啦。好，以上就是意识形态，使甲大家做一个补充的部分咱总算将即个政治学的内容拢复习一遍希望咱每一个单元推广的即个架构，甲即个重点的提醒，有法度帮助你伫考试正正上短时间内面将即寡较重要物件甲拣出来，就针对着即寡较定咧考的物件呢，加看几摆。其他较无咧考的物件，你就会使囥边无你时间绝对无够的。即马咱咧主张讲，咱准备国家考试，就是用上短的时间就爱考掉，毋是讲像过去册千外以下惊死人，咱咧看《西游记》共款惊死人。安尼考上到这个百外堂、百外节，太多咯。所以即马就是讲咱看考试会考啥，咱就读啥，安尼是上紧上好的方式。嘛，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甲咱的即个收听。虽然我看到后面哪像即个看的人数哪像愈来愈少，毋知是讲较无好还是安怎毋过咧，也是感谢大家陪我来去用咱的母语来甲即个政治学总复习嘛去完成了。咱即马已经完成行政学甲政治学，咱后面若是大家有其他的需求，咱嘛会使过去讨论其他的学科啦。好，以上就是咱即回嘛是整个政治学要来甲大家做一个复习的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7、8月你考试考了后，嘛会记哩退台湾来去考一场民主的考试，会记，若是你的选区是中国党无卫生的即个立委咧退共产党即寡共匪来去做代志，即寡真夭寿、真侥幸的立委，会记哩去甲伊斗动议罢免，安尼来为台湾的民主来考一场100分的考试，嘛会使讲是咱学习政治学了后，咱嘛会采取行动来去打造咱台湾成做一个是真正自由、民主、独立、多元、坚强的一个社会甲国家。感谢大家，咱后一回再个继续参大家讨论其他学科的总复习哦。